觀眾徐姑娘向我哋報料，話前年因為樓上裝修整爆水渠，導致廚房、露台、廁所天花漏水。當時樓上嘅業主幫佢喺天花抿上英泥就草草了事。點知上年8月漏水事件再度重演。由於初時有假天花遮住，唔知滲漏有幾嚴重。點知當假天花一拆走，就發現天花已經係嚴重毀爛，廁所同廚房嘅石屎出現裂紋。露台就更加誇張，一大忽嘅石屎鬆脱剝落，一條條生鏽鋼筋非常突出。漏水更加為徐姑娘嘅生活帶嚟極大不便。8月開始咧，就呢度漏水漏到哚哚聲，成個門楣都落漏，漏到咧我就光管都熄埋，冚唪都漏晒。嘅情況係點咧？漏最嚴重嘅時候咧，我要擔遮入親嚟都要擔遮，擔遮去雪櫃攞嘢要擔遮，總之我行入嚟廚房就要擔遮噶啦。好唔方便咯，因為佢滴住水，我就唔知道嗰水就係鹹水定係淡水，又驚佢係廁所水，咁食唔到噶嘛，咁啊整到我咧就冇辦法煮飯食，出街食飯咯。管理處管理人員佢話你唔好用呢眼燈啦，佢話呢眼燈我驚住入咗水咧一爆炸走火咧，就成層樓都有問題啊咁樣。8月份到而家冇露台燈用噶啦，黑掹掹噶啦，完全係。徐姑娘，我而家見到你廚房又煮唔到飯啦，咁騎樓唔敢入啦，咁廁所方面點咧？因為我睇到浴缸咧，哇好多石屎灰喎，咁你點沖涼啊？係啊，喺呢度我都唔敢埋沖啊，條裂痕好大，我走咗出嚟呢度沖啦，拉個花灑沖完抹又要抹門抹地咯。哇，好唔方便喎真係！啲石屎裂開晒，真係睇見都心驚驚。嗱，雖然已經停止漏水，但仍然持續跌灰，到底有冇即時嘅危險呢？呢日我哋就請嚟滲水檢測專家為單位進行檢測。阿賴生，即係以你目測所睇咧，徐姑娘間屋企嘅天花咧個損毀有幾嚴重咧？嗱，其實個情況都相當嚴重啊，因為見到咧個天花基本上有明顯爆裂啦，同埋有石屎剝落嘅危險喺度。嗱，你企呢個位置咧，其實相當危險嘅，因為你見到咧呢個位置基本上個天花石屎咧已經爆開咗，如果敲落去咧基本上空心嘅添，咁隨時會冧落嚟嘅。咁所以再企嘅時候咧就唔好企呢個位置啦，盡量企埋邊，近櫥櫃嘅位置。但係佢用啲英泥再抿翻，其實都唔安全嘅。係啦，冇錯，因為之前咧佢曾經揾啲英泥枕補啊，咁但係鋼筋咧本身就並冇任何嘅防鏽處理嘅，咁所以變咗如果佢繼續膨脹嘅話呢啲修補嘅石屎咧會繼續會冧落嚟，而事實上你敲落去咧呢個位置全部都係空心嘅。哎呦！哇，真係有一塊手掌咁大嘅石屎迎頭剝落，好彩避得開啫。安全起見，我哋都係戴翻安全帽先繼續啦。嗱，大家睇到咧，喺呢個騎樓嘅天花咧，其實呢種好明顯大面積嘅石屎剝落嘅情況啦，啲鋼筋咧都係嚴重生鏽。你見到鋼筋好幼嘅，咁其實咧一般嗰啲樓板咧大概係4至6寸厚度，咁基本上有2浸嘅鋼筋嘅，咁底層嘅鋼筋咧其實好大部分已經嚴重生鏽。咁如果啲生鏽咧係影響到上層嘅話咧，個樓板咧其實有機會會倒塌嘅風險。呢邊咧開始係傾斜㗎啦，爆開傾斜嘅。咁而事實上咧，大家睇到喺呢個單位上面，如果樓上嘅單位好似呢個單位咁樣，又擺咗好多嘅雪櫃啊或者洗衣機喺度嘅話咧，會加重嗰個嘅荷載，咁就導致咧個樓板個傷害會更大嘅。咦，咁我想問咧，你剛才話咧呢一個天花板係有4至6寸厚噶嘛？一般嚟講係啦。咁外露咗幾多嚟㗎？其實外露我諗都超過1半以上㗎啦。咁危險，真係同一棟危樓無異，有必要即時進行維修工作。嗱，首先呢一樣嘢咧，我哋發現咗仍然有滲水嘅輕微滲水嘅情況出現。呢個係因為之前咧啲水入咗燈喉，導致咧佢持續有輕微滲水。所以第一樣嘢咧，首先要將燈喉裡面咧截斷，令佢唔好繼續滲水，重新再鋪個燈喉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天花亦都有好多鬆嘅石屎啊，我哋會將鬆嘅石屎打走啦。咁第三個情況咧就將一啲斷咗個鋼筋咧重新接駁同埋做防鏽嘅處理。咁最後咧先補翻英泥上去。咁所以咁樣嘅做法咧會更加徹底。另外咧鬆嘅石屎咧唔會再有剝落嘅情況出現啦。如果做晒成間屋一啲嘅維修，大概幾多錢到啊？我估計大約都要3-4萬蚊嚇。咁呢個咁你係最基本嘅費用嚟㗎啦。3-4萬蚊對於徐姑娘嚟講並唔係一個小數目，邊個需要負責維修費，就要查清滲漏源頭到底係大廈水管還是係樓上單位嘅自來水管。賴生首先進行水樣本測試，方法係抽取油漆批檔，再放入水入邊檢驗。如果紙上嘅啡色變淡，就係代表鹹水；如果保持不變，即係淡水。明顯測試紙並無變色，可以排除滲漏嘅源頭係嚟自大廈水管。
跟住再用高清紅外線掃描3個漏水地方，探測石屎入邊嘅滲水程度同埋剝落風險。我目測所睇應該係騎樓位置係最危險啊、最嚴重嘅，因為呢啲鋼筋外露啊。咁你用完呢一個高清紅外線掃描之後咧，係咪都覺得係騎樓最危險咧？其實騎樓咧，因為佢本身好大面積嘅石屎咧已經剝落咗嘅。咁但係咧，經過我呢個高清紅外線嘅掃描嘅檢測之後咧，講發現咗呢個廚房天花咧其實係最危險嘅。反而係廚房最危險。係啦，因為咧我哋用高清紅外線嘅掃描咧，發現到天花上面咧有大面積嘅異常高溫帶，表示裡面咧有潛在嘅剝落嘅風險出現嘅。從紅外線相片可以睇到，廚房左邊大片天花呈淺黃色，代表滲水情況嚴重，石屎更加出現分離跡象。呢種情況只有大規模嘅滲漏先可以做到。咁根據徐姑娘俾你嘅資料啊，再加上你剛才做嘅檢測啦，可唔可以好肯定嘅天花剝落嘅源頭咧？嗱，其實坦白講，依家目前我睇到個原因咧，主要都我相信同室內嗰個嘅設施滲漏有關嘅。因為我都檢查過外牆同埋公眾渠管咧，咁本身外牆公共渠管咧並冇任何滲水跡象，咁我相信係同樓上一啲設施滲漏係有關係嘅。而事實上，因為我哋仍然度到有輕微滲水跡象啦，咁所以咧佢天花嘅損毀咧，絕對係因為滲水而導致。既然可以確認滲漏源頭，理應由樓上業主賠償，點解由8月到而家足足拖咗半年都未整翻好嘅天花？因為佢初見到我漏水咧，佢就會賠俾我嘅。咁我咪諗住佢賠咪唔理咯。唔漏水之後咧，就再揾管理處揾佢咧，佢就話我冇講賠喎，我賠盞燈啫喎咁。咁之後同佢有冇再傾過？有冇啲咩嘅共識咁樣啊？佢唔會接觸我㗎，佢同管理處接觸㗎咋，同管理處講，管理處話俾我聽㗎咋。佢話冇，佢話賠一半啫喎，你層樓咁舊折舊喎咁。物業嘅樓齡有成30年，而徐姑娘已經入住25年，折舊呢個講法合唔合理咧？呢個講法我認為唔合理嘅。第一樣嘢咧，我哋留意到呢個天花損毀咧，主要都係因為嗰個滲水長期嘅滲水而導致損毀嘅。咁我哋都留意到呢一樣嘢咧，喺個單位嘅其他位置咧，個裝修係相當之完好啊。咁其實折舊呢個講法咧就唔成立嘅。但係另外一方面咧，我一般公證行咧，因為折舊本身咧並冇第二市場，即係話啲裝修拆咗出去咧，基本上我哋賣唔到錢嘅。咁所以一般嚟講咧，我哋都用一個補救嘅費用。由租客租住，所以就住賠償問題，我哋唯有將聯絡方法交俾管理處，希望得到業主回應。可惜未有答覆，拗數不斷，徐姑娘可以點做咧？咁所以一般嚟講咧，我哋都用一個補救嘅費用作為一個賠償。咁一般嚟講，我哋會計算翻補救需要幾多錢，然後要求對方咧係做一個賠償咁樣。由於樓上單位而家係由租客租住，所以就住賠償問題，我哋唯有將聯絡方法交俾管理處，希望得到業主回應。可惜未有答覆，拗數不斷，徐姑娘可以點做咧？咁如果個責任本身係已經大家雙方都唔爭議嘅話咧，個程序會比較快啲嘅。咁主要係講個銀碼係幾多錢嘅啫。但如果連銀碼都傾唔掂嘅話咧，就可能要排期法院嗰邊咧去審訊嘅。咁嗰個時間都最少係幾個月或者以上嘅。其實就樓下嘅業主可以攞住呢一個法庭嘅判令，就做一個叫押記令咧，就將樓上業主嘅物業咧係釘契嘅。咁釘完契之後，佢都仲唔俾錢嘅話咧，係樓下嘅業主咧可以申請去拍賣翻樓上嗰個單位嘅。咁而拍賣咗個費用咧，就嚟清償翻佢嘅即係裝修嘅費用啊，同埋其他法庭判咗令嗰個賠償嘅金額嘅。嗱，呢一塊咧就係當時同我塊面咧只有3寸距離嘅天花板石屎，就係咁樣飛咗落嚟啊！我心諗，如果當時咧真係中咗我塊面或者咧我頭嘅話咧，咁輕則我一定有刀疤㗎啦。咁重則嘅話，其實唔係刀嚟喎，疤痕嘅啫頂籠。咁重則我都諗唔到啦，係咩嚟真係？重則就好可惜啦。總言之，如果大家咧捲入呢個滲漏糾紛嘅話咧，咁記得第一時間咧就要揾出呢個滲水嘅源頭啦，咁啊就可以釐清責任，跟住咧就要向呢個管理處又或者政府轄下嘅滲水辦求助，又或者可以透過呢個獨立公證行進行調查嘅。嗱，人命攸關，希望樓上嘅住戶咧快啲搞掂佢，就唔好拖字訣啦。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東張西望，拜拜。芝士豆腐。